今天上篇台是老二夫第6回川湘，由张继林、张继国演唱。一眉称，自用道子王人，怪着你自今这里早地死亡血的，门着你早地起身，但乃父子两人，初相记你过了。当日的真勇啊，听见还去记你送，心里到底慌了。为的啥么你送当绕个究竟，而且几人当中立着一个对，平时几人你送年迈礼耶，所以你想举例了，是要还算你干这一年，因为我身体不大好，也没承受饭，此相待要求一定要去记。为啥呢？对那个公民有关系，是公某一道不进，不马上去抽象，不需要晓得了，说起来呢，导致亡人也不来，不大好。所以关照以勇士来跨地学习，门照早地起来，一定要去抽象。当日真用叫没得办法，那么只好根治同日到死亡虚岁，但是导致死亡呢，都是要难困的人，反复们的老想，我导致你想不叫我难，不晓得呢，真用的困不着，倒是有一个人还困不着，啥年呢？一没成个窦太太少日夫人，因为少日夫人听老牛人讲，但你只是门照一定要去抽象记你过来，而且晓得你只要买来举费，那么只好去。但是老太心里没有什么，就心照不宣，晓得你知了。死在必中之，珍惜大重量的人。夫人想我既死不救，我应该要救，所以人有心，今朝压力让我早一大失望，去当儿子刚良最后，而且要叮嘱叮嘱，所以老太还困不着。到狗血错不都在，他搞嘛困心在，而且少日夫人恶对来不大，一个第一在所等，趁一步火轮射到死亡门口，层叫靠门，而且我要注意两旁边的用人。晓得个学生光差不多抓在困，嘿一声，拉开门呐！真勇之后，哪困得了？心里想啥就？几人呢？别来我门这非要抽象，真勇不是叮叮破个抽象，啥子嘛？帮对你送了，一对龙车帮是不得了。所以心里想慌，那么现在关这里回到市场里想反复非常困得着，又是困不着嘛，又是想，又是想嘛，就又是困不着，那么讲，就说啥上头里只听见外头多老把门，嘿个声音，哎呀，说得了，啥人家门上去，为你是谁？哎呀，夫人听你子喉咙底的那个。要不被人听见子啊，所以老太的声音声就卡低。儿啊，是回娘来了，快开书房门。哦，那么真用听上啥人
鸡娘，心里想想这个鸡娘说的好，来让古树浪向帮我个忙，无人明白。我说有样得出来，一母亲说这都是小兵一位，脑子包机要拿我杀，尽快的鸡娘帮忙。虽说原来我的话让闭着，根本不理他一句话，让我闭着不让夸耀。所以现在这个鸡娘呢是帮我忙的，心里想蛮感激。那么要去拿衣裳做好，走过来手过到去他门嘎一开一看，这里是鸡娘，我都要分到，大家终于说一件事体，要进过来青隆隆叫一声啊，母亲，哎呀，你的亲走好，快把门儿紧闭。要进过来，随老师房门头当归上嘛，过到手手了，母亲亲走。那么夫人身体弱了，在手灯上台子上扒一扒，三周书房里又拉着灯台后，可三话不要去吃饮的。儿啊，是你为母为谁么？因为能够得来几年讲我困不着老好。是啊，孩儿非神安瑞，非随娘亲带来，雨后寻家。哎，儿啊，为娘千里不千里到，明日亲人要去接你走入一送。是为娘心情不安，啊，我若是来做妇女，几句实话哦。想想几年也好，他是困得着，让为我担心事。那么哪能发出你说父来几句，有种然后那些在归你忘记他。生用周年里，我们的确要相互里向叫从来分起过，心里的慌。现在记住几年自家讲，可是最吓人的。是孩儿明白，请娘亲吩咐。用儿是不能放声高声，你要谦虚细心。是喏，用儿啊，用儿。大军中，明日思想去接走，一起引动玉律，为娘之意要牢记。兄，你送一招就在手，他的为人莫离兄，不要偷把我为当真用。因为张勇真勇自冒相懂，我为好比我自己，为娘日动高公。但是口口应应就我还我在了了，那三公家欧子是要够交关，功不够，尽快东高公主，你咋你阿姨的手马儿啦？你明日定相逢，不
必是牢笼，死去是动的大风，不待你早去早回，已经能自为娘心烦送为娘叮嘱之意而记得非。哦，是。曾用听我这几两个两句说，心里想感激。几娘说的好，那今朝闲话，会叫我在你相府里向那样子一举一动要自家当心。我你相府里向的话对经常才讲给我听得着，闲话呢也是开口，里向那样子危险，只用哪边估计你，所以不多讲闲话，小一声是孩儿明白，该去母亲人儿啊，快快歇歇，是早早睡吧，明日早起为娘要上楼去了。是，娘亲当心了。夫人15了，怪着儿子十房门开，奴子在所等，老他勾上身背龙车过杀上东来。夫人真叫要你叮嘱的了，你困啊困得着。真用那行了，但是反反复复还是困不着。光阴之际，10月10日我搞的热叫快，谁知道门着天亮，叶梅卿一早已经起来。叶梅卿但是昨日要一大风困了呢，上午起来这想着要儿子出去报考，定好趁我的心思，随便落里搞本事，把过是我叶梅卿认得个量。老弟兄东窗好雨，东绕为过，一家一家飞要去。为什么这次儿子要出风头？就算我叶梅卿我到50岁，得上再加个儿子就考我了。因为什么？因为送分主席过药，该次第一次收药，稀奇的多。这叶梅卿一早起来，一天在10万，怪叫是一条来子，相信公儿子。儿子在，同儿也经过来到10房，开门，先官开10房门，都是开10房门啊！陈永山过分困呀，老早衣裳做好，手洗一杯，一天都就是10里门人打过来，嘎门一开，同儿做什么？都是起来了。两个了，天上已经等在，请出去吧。是。陈勇一大路跟出来，刚熬对听了，看见叶梅卿没过来，听这个这是规矩。虽然心里想不人有，表面上这样做啊，弟弟在上，孩儿见弟弟去的我，拉小李罢了。是都是弟弟，你早就用过了么？是。一口儿子一身当背，开心。3个月中衣裳了，外分做好，前2日好好叫要当做的衣裳。啦，我等准备叫马，立刻动身，再去吃下哦。是弟弟听呐。那么叶梅卿怪着家丁家将，一共24名打4个童儿。我的准备教母，叶梅卿手教子，教动手要骑马。这骑了马背上兵马辅导，他师傅路上一头路，让大家好看看叶梅卿该这个很意思品毛出众，相貌堂堂。等到你一路到外时，叶梅卿上轿子，公子活上马背，东儿来的跟。轿子一路过来，直到天福胡同，知府高，这倒是你相府。
教子距离相府中30个门面给我来了，真用和莫非？教子当着逼了，莫与动儿大狗，那么一枚情小细细张面孔，踏上一步，然是的，此地乃是你祖父的家哦，跟着为父过来。是到门口，因为给的你相父一枚情一进廊进吃，本人来了门上要搞了门包，因为一枚情是你送的狗女子，不要搞了，还是真的不要搞了哦。到你要夸等当开销，可以叫一声门上一声哦。那么你相府门上还有人呢，哪位等不人？门上像为水为的叫你通两高的，可是这两双眼睛一叫了俺高头上头的，少气嘛，自家是不公平的，外头来个夫了，谁比你送些，是有点看不起的。哦呀，黑了。老是讲一般高楼的人门百人至少个几十两，真正发的眼睛不离，好好在同高楼的，所以欧阳和罗等你像一家的孩子呀。谁啊？门上，是我一听声音说的了，要今天起来睡觉给他一口嘛，哎呦呦，少年，医生来了，是你他是个几女子自家人，这个把他搞死个。哎呀，少老爷，哎呀，你杭州进香回来啦？是啊。哦，太师空在府中，在。上堂少祭回来了啊，对。好，进去通禀，是我依杀老爷要举祭太师。少老爷，请稍等片刻。是，客气得不得了。少气嘛，这种逢日逢节等当一大开销的，真正比南北来一道是个6个人子好好结婚了。那么快上毛的东西，当蒙村子里向奔进来，老几你送啊，少当为主，释放刚刚歇息片刻，吃公子拜所门，老几想。我儿子一枚亲，到杭州烧香，现在莫言莫语啊，已经达了要2根的多一点，那得今朝为分主来，你送到4郎切记儿子一枚亲，老几深入高于你在里面的要身高落差相外，天地某地中两儿夫妇，红绿长须对打一日相吊，伸出4手毛包，若大为要么坐等分地朝去，为你3台莫忘恩，当朝一片我为真老夫也送奏里将sĩ你称其生日，蒙神恩好堂，滚举文化的大约今是朝气回来，想起有为之事，真是令人可恨而已。我的水给我哒哒哒哒哒哒哒，本家向我打进来，喂，老乡爷。是。燕少老爷来参相。一女臣回来了。是来了。来，有，请少老爷
与堂相见。啥？你也就为着我的嘛，打出来欣赏。这老爷，老太师在里头与堂有请啊，在这听。一没请听见在里下，你过来听笑嘻嘻，哈哈哈哈哈哈！不出声来，在外头滴水一这个人这双人真用，儿啊，哎，对，来，你过来在鱼塘等候，来，再扶先来去抓，过来就拿真用到手抓了，对吧？真用这个辰光心里想，别，早上那天少体们到底是你相符，目前配的这几人的路口哪里好，对象茫茫，哎呀，黄金拉皮，虽是工地上分气沟，这别个看这种市浪向的年小了，但工地啊拖不到多少，就那几像你松呀，把个民知民个计划了，还用不完个这样，所以真用这样花，真去熬给他经济水龙车大个，没得办法，不能一没钱抓了的根子一大路进来，实到理想到牛当跟随们，大一没钱水松一松，为啥你子让给他等下，我上去接力。没钱打进来，可见鸡鸭手和让当中，自告正登道貌，不如向上一步啊！祭武大人在上，继而没钱，祭大人请安。不，没钱哎，是你回来了，是，继而回来了，少礼一棒送了，都提启奉大人，别起来，把笔头开过手头，别家手，因为去哪不走，重新身体不出来，最得给当叫人啥儿啊，来，过来接礼，中间受的你过了，推称周公，自称生儿，当心了。真用在当中一口，哦哟嚯！这口几个女送马上来得好，众送是吧？其实在手戏里做出马赛，做出来个机人是面孔上他这个开封啊，是吧？外国人想的才是个种苍蝇脚，这个是叫李不火，不能大高口的。真正的机人这样的强调皇帝的地方是人呀，一口别口臭半个，皇帝才等了这样想一口还说，哎呦，这个人把面孔取好，这个人三公来听王人，实在你马上买喝，真用打仗来，正等以前对记得，啥子事高要注意，今年归这个，周公为人，生而已用，即周公去对不好，老几分口即行。现在看女子家里手不动，但是重新起个了水，在外头天水里照水，一可能外头进来一个读书公子，年纪轻，相貌堂堂，而且老有你松手可见。哎呦，这个人达到门里了，但是来自门里我的一两对，还就你送出你的这个小公子，我分口去些了。现在把举下来叫我啥？称到周公说孙子也没这个女子这老金不生子呀！你这该个女子，你是在这该个男人你来争，就是几年之前不我把这该个男人叫小武争，是为了经
小口让这大个年纪轻的小红子，老几心里都要没考啊！哦，下跪孙儿啊！一梅卿眼睛过来讲一声啊，媳妇大人，许他一礼，此乃是小儿一用。哦，确实令郎也能用。哎呀，这辰光刚辰光面孔上翻起上天嘛，一热那个学生子，那个鸡儿子，那个门上灯杯，还有等等样样的意思嘛，只有我改的了。所以面孔上像是得有得不得了。是啊，小儿一用。嘿嘿，你送带你母亲口口那个人花对大张啊！你落得来说的，哎，你知呢？从分口进去，跟着第一次见面，你来点起过来，叫你起来这送子之后，好好叫门门。好，孙儿是周公，少立天气，也帮做了。是，到底周公，不过生儿哪有周为？为周公有言分明，岂有不容之理？是到底周公，旁边的在开个手头，那么这一张手头是个啥样话呢？现在辰光一梅卿在那上水里，那么真用呢，还是受了河水里不对个，反而受了一梅卿的旁边的瓦当，手头开过来了，身体手定，盲针旁边手合浪，两只水盲针脚毛头上一打，头低的，把人家当这里东关主实在真用了好，上去嘛，非不个你送口出班。阿某我亲哎，是，知府大人，孙儿我从未见过，但不知他一向在哪里？也许可是一梅卿对鸡羊毛毛内门子反目的，我说那个你讲哪个不个样？来是啊。知府大人，那此乃是鸡儿张荣。原来是由浙江农林西在御史张子明的功劳，被我公鸡命令带进王人，所以今日差向纪你过劳。行人西在御史张子明的功劳，正是。是见他教义用，正是。好，哎呦，你送口的而已呀，这个身子实力好。对于母亲口口的那个人啊，不生不想你之余，而且今朝大道给他来。人品吃死了吵的，老几口上了心里都好好抽啊！你这你的现在身子减压掉没好，不过还我说走了，我今朝要问个事体，不是那个了，要问问你母亲啊，知府大人，你此番到铁座金香。为父接你的头中，要做那老夫的巨人之日子，恐有下落非？现在既要拜门的，那么这个水什么真正有高？怪这当王水做真用真怪热的也呗啊！更别把你刚明白啊，知府大人，今日农民。再去华阴都人高挂丞相，说那朝廷要为真用珍贵，想必真用珍贵不在武林，杭州府四处捉拿，富裕隐形，
看起来方必此去了。我临走时为嘱咐于他，要提身拿走，所以请知府大人待可放心，将来拿走之后，令他随地再一个。嗨，没一天儿啦。我为心想到风林，命令要做那招的，要为神将真心与老夫人作对，他一郎死大莫中间不神，被我紧逼至上最本，将身体帮求门身须分，将身用珍贵不是终日叫三草不知根，风尘必报应，将那真实的兄是我的大举的，我不杀只要为我不给心，不杀真勇，不杀真贵，老夫死不瞑目也。那么大意内请老讲，这个真勇这个不必听得上啥呀，也记得哪个程度，真正记得了，个心要从嘴巴里向贴出来光。你喊我哪弄法子？为了讲这二模样的对我看看这个人到底啥对样人，来带带我引路引客，我大吉，所以心里想急了。人的牢记要做真人，真勇是小老兄弟，
传不定。我现在杨落好看哩，顷刻之间呀，风波无声。想到生意又如生似海，犹如风雷后被冰雹所命人临。保如学把那功名的所以忙西来到先锋门，抗日今朝来开铺，想我当然要命归应，只怕增加大仇中来生。所以真用什么了不必嘛，多让个头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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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多让了让好，不晓得哪个好了，真用好的头低到老几这个辰光，这不老大儿子一类清高，都要分用心。哎，你送相思不一样，相怀长子，不要万一真这生自己阿雕第一者，我个阿雕呢？你来上来开始一个头，那我就给他收拾了，考试不来干，先各位走起来背点高，你阿雕归家多，那记住你的真这么我要困一困，啥的，生子米郎要用他俩的，这几米容量，你送一箱不许，生自己阿雕第一周。预备搞落起好，真正的几米洞里什么弄不成，心里呢带身子的最好，像今这都用他俩的，叫跌死了。你送要搞落100两银子不是容易啊，说在里面我的一句话，叫用上你送西，再跟我认西，你送的东西用不了的。你自个是活了心，不会出去的。可是你送奉的送商业了，我人过、李人过、文武百过，连到老百姓才要送礼物了，而且1年功夫做一趟商业，你送我做起商业来哪了？文武过又送不离个礼呀，这块句年资到别地方说，那么来睡到16张，不找我们让你抬走去，要说这个。你送出一句话，那赵文带丽水，跟你送出去这带丽水，他好晓得，真这老几年的注定可以分上100来，我晓得是预备好，在旁边的冬日一口，好等我身边的2个佣人才聪明，还这是嘴巴里讲爱心里才会讲闲话，老几7、8岁照照。啊！旁边同儿要紧打过来，是到江王之中，日夜之年天，是哪一个红枫带儿？极大相公机密智慧是喏，是厉害喏。一个节律只带你一年肉，还有什么100两？哦，有什么？那就是那么白龙里本身去预备在张王街里向去拿，否则一步没得这样了。我要在分门清爽啊！我也看见一个节律子，
里什么是几伙人？谁还收官？一两，可是一两很难拿得成。10两还好收个，虽说一个这子好当10个，10两银子，10两银子不说风啊，也12两的了。100两，100两都是差不大的。江苏相反，在江苏平阳，我好，早上来浪费，靠我那个100两不止。那么几伙呢？这个这里是一对高要送1000两。其实你送这100两，这个童儿啊，比你送的旗袍为要多，那领带1000两的了。当，古德张王给你们弄好一张银票1000两，马上红枫台里向对，拿在外头。那么呢，弄错车子嘛，弄在外头安车坐上去，怎么老呆子呀？你也不晓得错，你以为认为自个功劳大得不得了了还？那我们当我讲，是一个这里是一，那我还是在晓得的了。所以本章外头，喂，老太子，1000两银票来了。有几天几1000两银票来么？眼睛带你带的，你要死夸张！这上路上让我推上一票啊！甚至记阿刁把街边洞里不1000两银子做啥呀？对你妈妈我打来这类子意我晓得那种语送嘛的，我而且打来讲出，真叫我不一家头上要街边洞里这类子100两难以送啊！这弄出1000两这个送嘛，小送大动手和台湾得起啊！那我发现。那现在还是龙江之路，那么是一类全从了旁边身子上来比了，但我关键是奥特多我一着说不出来呀，看了上面了老几真难过，心里一想嘛拿龙法，后来想到想对，我现在我们不好我呢，好来好去身子了，我不理姐妹同你不记得。真的，那这个是我姐妹洞里，那侬掉，好，马上就睡，都完了，一定要等我推了中大人不要，不客气，不要，等我要推不进去，不客气推，那记住的你的那样等我客气嘛，我们少客气了，是打说出来哪呢？说心真正不要得，公开一日，国家用人，马。分王施暴，别的是你失望永居，怕永人送到兵部，我到永福退100两了，再继续2年再给，哎呀，像我来个高考期里边来个真要日呀，像我10个字里头他15条，那哪个方面？你送一箱血。我总归终止保定100两，我懂不出来。那么许多甚至到书在哪里？老记得冬日口那口，今朝甚至愤怒是那个造化，那外国人。倘若我甚至要拿，可能不少客气，我们出100两，个900两嘛，在冬日口要拿出。调里走姐妹洞里叫用人去，那呢我平常日叫都用人一个要插一套手风了，我关照老中国每人的手风里向当我一根的看下来，看到900两看我好镇定这个办法，老几年内注定神就消息孙周公，来，一个红枫台日，是你机密之非，是吧？收下了。孙永安听见，听得清清爽爽。东儿讲1000两，哎呦，这年头那边说
虽然么几人起跑单位不些，几米公里高路一天呢没多长，搿么真用哎呀，哦哟，搿种农民人至于啥道理呢？记得到哪天啊？啊，这个，不必客气，不要的。啊，小的孙子，背要这个推一推，但是老几一想，我马上就说了，到哪位里头，再来推一推，可能也睡去，不睡马上说出来的。对，生儿，这是应当的。这用出你的我非也要那个应当不应当呢？生儿不该睡的，应当拿的。不晓得旁边的一母亲还是个发脾气。这女子妈女子啊，我来让给把你相府里向的同地搞了子佛祖计划着，根本你社会当龙珠的呢？老实讲，理解这心不出，今朝内非推出。你为啥你考起？那我来，立刻面对我有什么干？课上去你送，马上是要说夸张，因为这强烈课的这个，说是一母亲还晓得呀。要紧打过来，根本按个代理税，我来税是么？哪位人家税没有税，闲话我讲，说得了漂亮了啊！儿啊，对，总共给你的机密之费，怎能不收？所如不收，你家总共都要生气的。谁是那到底总共？收下了，生儿睡了。老几个一气是气少，但一没成口来当军教是说出来啥名的愤怒要动气的我不同你该得这个激动了呀，说这愤怒动气的，现在已经在脑子出来了，说嘛说不出，导致一用水里子。好，生儿坐下了。是。等到一用一天2年票弄好水之部里设好，真的这些人光哪里来了？丁老太是通政大当，找少老爷到，那么要少分我来，真用到为西在。